大家好，我係朱信謙醫生。好多人都會習慣朝頭早會飲杯咖啡提神嘅，但係同時會擔心咖啡因會令到心跳加速，長期飲用究竟會對心臟造成負擔添。其實對於大部分健康嘅成年人有講適量飲咖啡一般都係唔會傷心嘅，仲可能會有好處添。因為喺咖啡入邊會有好多抗氧化嘅物質，例如綠原酸、對香豆酸等等呢啲有益嘅成分，仲可以幫助身體減少發炎。有研究發現，適量飲咖啡嘅人出現心力衰竭或者中風嘅風險都係會比較偏低嘅。咁飲幾多咖啡先至算係適量呢？一般建議健康嘅成年人每日攝取嘅咖啡因最好就唔好超過400毫克，大概等於2至3杯12盎司約350毫升嘅咖啡。不過如果你飲完之後覺得有心慌啦、手震啦、胃脹或者夜晚瞓得唔好，就代表身體話俾你聽，你可能飲得太多，或者本身對咖啡因比較敏感，係時候就要降低咖啡嘅份量啦。咖啡始終唔係個個都啱嘅，例如有心律不齊啦、平時血壓控制得唔好嘅人啦、孕婦或者準備懷孕計劃嘅婦女都係唔係好適合嘅。但如果真係好想飲，不妨先問下醫生嘅意見，提議你適合嘅份量，或者考慮改飲一啲低咖啡因嘅咖啡都可以。